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3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胡适，我们把它称之为特朗普式，这个再确切不过。至少在特朗普搞定伊朗这个事情之前，那就是千真万确，特朗普式。不光是胡适，全球资本市场都随着特朗普的这个胡言乱语而上下波动。这个特朗普典型的就是在画 K 线，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已经指出，这个特朗普在炒股。为什么这么说？3月31号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0.8%， 深圳成指跌 1.81%， 创业板指数跌 2.7%， 沪深两市成交额 1.99 万亿，2万亿还少一点，比昨天略有放量，也就是放量下跌。但是总的成交量它也不高，还没超过2万亿，总体上还是清淡。成交对金融消费者来说那是相当的不友好。全市场是1011只股票上涨，4378只股票下跌，也是今天基本上也是哀嚎声一片。今天涨的是银行股，什么大金融之类的稍微涨一点。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时候你谈论什么板块、什么股票、上市公司的潜力，它的表现，它的业绩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现在是特朗普行情。咱们昨天也说了，因为胡金老师他还表扬了胡适，因为上周五和昨天就周一，胡适好像没有随着外盘一起下跌，好像没拿特朗普当回事。昨天咱们节目就说了，你要防着胡适他要补跌，今天还不能说是补跌，补跌恐怕这一周周三、周四、周五都有可能要补跌，补跌给你来个3%。反正跌幅比较大。昨天节目咱们说了，你小心的补跌啊，它一定是受特朗普影响。前两天上2个交易日没有影响，那是例外，一定会还回来的，会加倍买单。特朗普以前他的表态24小时之内会有变化，现在明显的他是12小时甚至6个小时之内就有变化。而特朗普的一言一行又密切的深刻的影响着全球各大资本市场。胡适根本就不例外，一样的，没有什么胡一金老师所说的什么独立行情。通过今天你看上证指数走势，胡适这个关键节点都跟特朗普的表态有这个叫精准的对应关系。特朗普说对方答应和平条件，也说伊朗答应和平条件的时候，咱们这指数就往上一反弹。但媒体报说德黑兰遭遇美以空袭，指数又快速跳水。特朗普说愿意停战，霍尔木兹海峡还没解除封锁的情况下我就停战，指数又反弹。关键今天这个走势，有经验的股民应该都知道，这个走势如果配合晚上特朗普再有不着调的言论，那明天就应该是个暴跌。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但是要配合特朗普他的话，你不知道特朗普晚上要说啥。所以说小散户是最惨的。我在很多节目都说了，中国的韭菜是最惨的，本来想拿自己的失业补偿金、被裁的赔偿金在胡适赚个3瓜2枣的，显得自己还有事干，显得自己还有一个体面的工作，是吧？炒股，结果学了一大堆无用的理论和先进的知识，最前沿的科技，这也就算了，好点长知识。现在还被迫还研究特朗普这个疯子，这个给人感觉精神不太正常的，你每天还研究他，就防着他说点啥，你说这个找谁说理去？你还没法告他操纵股市，做个小散多难。本来这个就是什么欺诈上市、业绩造假、虚假陈述、蹭流量、讲故事，一个坑接一个坑的，大股东违法减持、操纵股价，防不胜防。现在还要防特朗普。今天这个指数以全天最低价收盘，而且是越到尾盘越放量，形成一个局部放量的这么下跌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胡适目前是反弹的时候它缩量，下跌的时候它放量，虽然放的不大，但是是在放量。这种极端弱势的结构，这预示后面恐怕还有新低，也就是3800点，那肯定是保不住的。今天破了3900点，下一步就是考验3800点。两市超4300家个股下跌，市场赚钱效应极度低迷，整体情绪进入冰点区间，越来越多的人不得已，他防不了特朗普，他也管不住特朗普，所以他不得已而空仓，还有一些散户也不敢操作，也不敢加仓，也不敢减仓，有些人受不了了，空仓。
所以它成交量一直放不出来。那今天正好也是3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根据财联社的说法，整个3月份呢，沪指累计跌 6.5%， 收盘也跌破了3900点这个关口，一下抹掉了去年17连阳给金融消费者带来短暂的欢乐时光，来的就那么短，17连阳，但是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人赚钱了。今年这散户赚钱的恐怕百里挑一。但是咱们把话说回来，这个你不能全怪特朗普，这个胡适是自身问题重重，特朗普他只是一个叫催化剂助推。如果你资本市场如果是健康的，你的上市公司对吧，业绩都非常好，能赚钱，市盈率低，对吧？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造假、欺诈上市、虚假陈述、炒概念。那等到中东问题一解决，或者中东稍微局势缓和，你又回来了。但是胡适能不能回，咱们一直说你就得看命，不可预测，不可强求，可能回得来，也可能根本就回不来，因为它本身就是沙滩上建高楼，这下楼歪了一下，能不能把它扶正，扶正了之后能不能不倒，这个都很难说。何况咱们胡适本身也是问题重重，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不能全怪特朗普，确实特朗普就是那个推楼的，本来就是沙滩上建高楼，经不起这么摇晃，那特朗普他没事还得晃两下，那你说能好得了吗？但问题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是沙滩上建的高楼，所以经不起晃。为什么说沙滩上建高楼？这啥也别说了，你看这是媒体报道，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消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建军作出逮捕决定。王建军我知道，他以前是深交所的总经理，后来怎么着去证监会当了副主席，这回要去登缝纫机，指定由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潍坊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你看指控的罪名都是些啥？被告人王建军历任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他在云南监管局一把手的时候，又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市场监管部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其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这可是检察机关起诉的，这不是咱编造的。也就是说，王建军在云南证监局局长这个位置上，这是一把手，在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这个位置上，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那是为什么单位？为谁谋取利益？给王建军行贿的这些单位，我想恐怕有不少现在还在忽视，很多金融消费者还把它当做一个什么投资标的，对不对？还在趋之若鹜，还在讲故事。他们是靠给这个副村长送礼、行贿上市的。所以说，我说这些在忽视里面所谓投资的这些散户，你把眼睛睁开看一看，这都是官媒报道的。发审委那么多委员，这进去多少人了？光发行的委员，发审委是干什么？哪只股票哪个公司能上市，他们说了算。投票，这抓了多少人进去了？你说他们放了多少家上市公司？现在在沪市里面5000多家里面，有多少人、多少公司是这么放进去的？完了之后被这些散户当做宝贝的吧？以10倍、100倍的价格买了，还指望它涨200倍、300倍卖给别人，都是神经病。自己去看看这些内容。而这些公司还在上市，他们并没有说把这个公司一把给它全部害群之马给它踢出去，没有。所以我们就要动点脑筋，这个新的村长一上来抓了那么多，罚款那么多，几百亿一年，为什么越罚越多呢？为什么越抓越多？问题出在哪儿？所以说这样的市场你来在这搏命，那就是你自己不对了。这样的市场只能消费，我有5万块钱不想要了，我去洗脚一年也得花这么多钱，那我就拿5万块钱来当这大型真人秀，是不是？沉浸式体验，图个乐，就想长知识。
学习最新的科技，就想听最新的故事。那你拿5万块钱，对吧？或者拿你不在乎的钱来消费可以，但是你拿着你的被裁的辞退的补偿金，拿着你本来应该去还按揭贷款的这钱，你跑来赌一把，那就是你自己作死啊，没办法，那是活该。还有人要贷款，还有人借钱。你看看那个上海建工爷叔执迷不悟，现在每个月还帮你补仓，这样的一个市场不值得你去这个信赖，根本就不值得你把养老钱放里面，什么升值，咱们也就别说那些什么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了。这个社保基金是不能赔钱的，国家队是不能赔钱的，每次都含泪把钱赚走了，这而且都是应广大股民要求救市的，人家市救完了，人家钱赚完了走了。对于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你说国家队社保基金把钱赚走了，或者这个社保金没走，但是每年人家是7%、8%的收益固定的。零和博弈市场他们是稳赚不赔，那你说谁在赔吧？这个量化基金对不对？专割散户的这种镰刀，一年要赚走上千亿的，那请问谁赔钱呢？大股东减持还要捞走，对吧？多少亿？那不就是这些自作聪明的小散吗？对吧？自以为是的，涨2天就以为自己是巴菲特，跌2天就是哭爹喊娘的，就是这些小散自以为是。他们给社保基金做贡献，给国家队输血，给量化基金做 KPI， 他们帮助大股东去买游艇、买私人飞机、买上海的豪宅。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胡锡进老师，我可以说现在胡锡进老师恐怕就在盈亏平衡点，就在这个紧要关头。胡锡进老师好像3300点进去的，应该是3300点，这下面还补仓，现在虽然是3900点，但是胡锡进老师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指数涨了，但你的股票不一定涨，它就这么邪性，这就是胡适的魅力，这就是胡适神奇的地方。它指数涨了，你不要看你好像是3000点进来的，你现在不一定能赚到钱。很多股票跟3000点的时候那个价位没什么变化，或者变化不大。你看上海建工，或者你看看万科，万科比它在3000点的时候价位还要低一点，万科里面也几十万股民。所以说胡锡进老师他现在恐怕就是盈亏平衡点，所以他最近非常焦虑，连发了好几篇聊股市的。胡锡进老师有2年都不聊股市了，2年，现在破例聊股市，说明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候。但是胡锡进老师他跟这个一般的散户不一样，也就是他这70万全被套，70万打一5折变成30万，对他没什么影响。70万就翻1倍，变成150万，他也不会多消费，他也不会买辆好点的车，买个好一点的照相机，他都不会的，对吧？也就是拉面上面顶多加个鸡蛋。70万变成30万，他也不会少吃一口，因为他的抗风险能力就在这儿。人家每个月有将近3万块钱的退休金，逢年过节还有米面粮油，这些后备箱里能塞满的。但是不是作为谁都一样，就是赔了钱肯定心里不舒服。我看胡锡进老师啊，对特朗普那可以说既爱又恨。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特朗普一直在吹嘘美国的胜利和压倒性的谈判优势，伊朗则用拒绝直接谈判的态度和颇具杀伤力的反击表达对华盛顿的蔑视。不知道胡锡进老师也是他从哪儿知道的？什么伊朗反击有杀伤力吗？有啥杀伤力？但是胡锡进老师认为有就有吧。伊朗直接拒绝直接谈判，这更是胡说八道了，对不对？现在理论上应该是伊朗跪求谈判，但老胡的嗅觉告诉我，胡锡进老师再一次就是黑色幽默告级黑幽默。他说老胡的嗅觉告诉我，嗅觉那是狗的嗅觉最灵敏。这里老胡自己有点这个自己承认是雕盘，是吧？嗅觉告诉我，他还没说直觉，他是嗅觉，所以这个暗合了胡锡进他老师他也认为自己是雕盘，没毛病。伊朗和美国现在都希望谈判了。胡锡进老师说的有点这叫正确的废话，美国是一直愿意谈判的。这个特朗普谈判和打他根本就不矛盾。这个胡锡进老师这种叫什么单线思维的单线程，他只能执行一个任务，同时谈判的时候就不能打，就停着，到什么时候谈不了了再打。人家特朗普是多线程，也就是他谈判不矛盾，跟打这都不矛盾，他同时进行没问题。所以说胡锡进老师理解这个就比较困难了。而胡锡进老师现在不得不接受伊朗想谈判这么个事实，对吧？这刚开始胡锡进老师是不能接受的。胡锡进老师认为这个说伊朗人谈判的就是胡说八道骗人的，伊朗人是要死战到底，要复仇，对不对？毕竟这个哈梅内伊尸骨未寒，
伊朗就谈判了，怎么可能？那个哈梅内尔一上台不就说了吗？要报复到底。毕竟这个内伊刚走的还没满月，是不是？你这内二就跪下了，就谈判了。所以说胡锡进老师他是根本不相信的，但是现在他接受了，他说伊朗也想谈判，为啥？伊朗既然在胡锡进老师嘴里面是节节胜利，是吧？这不打的美国和以色列这满地找牙，为啥他谈啥判呢？有啥好谈的？接着打。你看胡锡进老师，你看自己也骗不了自己了。现在他相信了，他说伊朗和美国都希望谈判了，重点指的是伊朗希望谈判。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说法，谁要谈判谁就输了。胡锡进老师也是观点，想谈判就是输了。那按照这个说法，那伊朗就是认输了。所以说这些搞宣传的人，他们不以事实为依据的，他们是根据需要，他是宣传。那么宣传就很有可能导致什么？导致露出马脚。因为你要撒谎，你一个谎言要用很多谎言来掩盖，那最终就是自己难以自圆其说，自己打自己的脸，自己打嘴。当然这个对胡锡进老师来说无所谓，打脸。做宣传的就不要脸，你要在乎脸，你要面子，那你不要搞宣传。胡锡进老师他说，但双方毫无信任，特别是伊朗被特朗普骗怕了，而且一个让双方都能体面下台的方案非常难产，因为双方的目标是截然相反的。这个胡锡进老师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目标相反没有用，你没有这个实力，你只有接受的命。对伊朗神棍政权来说，要么是接受特朗普的这个要求，要么就被接着挨揍，对吧？就这两个选择，多简单啊！不想挨揍了，你就投降，就跪下，照单全收。如果你不想照单全收，那你还在这磨叽，那就得挨揍。胡锡进老师又在许愿了，他许愿什么呢？他说，当局势给人最大乐观时，力量处于绝对优势的美国不想继续打了。这胡锡进老师在这儿又说美国处于力量绝对优势，这一个月来胡锡进老师描述的那是美国是疲于应付，难以招架。林肯号被人家差点干翻了，基地被人炸得一塌糊涂，美军死亡无数，死伤严重。怎么今天又说美国是力量处于绝对优势？胡锡进老师把自己这一个月以来写的这些东西看一看，简直比特朗普还不靠谱。说尽管特朗普仍在向海湾调集海军陆战队，发动地面战的可能性严重存在，但特朗普无疑很犹豫。据用 CNN 的话说，特朗普面临着一个在现代美国战争中具有悲剧性回响的艰难抉择：是否为了寻求出路而升级战争？胡锡进老师就不要老拿 CNN 的话来复述了，对不对？ CNN 的话是可以参考的，但是不要照搬照抄。为什么？就是人家 CNN 的责任职责不是宣传，跟你这个胡锡进老师不是一个路子。虽然你们某些观点一样，但人家不是宣传。这第二个 CNN 他是要监督特朗普的，这胡锡进老师理解不了，对吧？既然是监督特朗普，那 CNN 他就不会说特朗普什么好话，特朗普的毛病，就找特朗普这些丢人现眼的地方，找特朗普的这个糗事，这个是胡锡进老师他理解不了的。胡锡进把 CNN 和特朗普的关系理解成环球时报和印度的关系，一个只准唱赞歌，一个是专门挑毛病的。胡锡进老师自己在那儿判断，他说如果能够以现在战况为基础结束战争，特朗普肯定愿意。我也不知道这个胡锡进老师怎么得出这个结论，也就是说现在按目前这个状况说停火，特朗普愿意。那按目前状况停火，特朗普还需要谁同意吗？他自己走了不就完了吗？把人调回去，林肯号航母回到美国，伊朗还能追着打是吗？所以胡锡进老师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如果是弱方先希望结束战争，将意味着其政治上的绝境，而强方希望休战，可能的回旋余地就要大得多。不太理解。卢提辖现在这拳打镇关西，坐在镇关西的身上，说卢提辖不想打了，想停战，但是他停不了，为啥？镇关西不同意。镇关西不同意，你卢提辖站起来走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拍拍屁股，是不是？胡锡进老师又分析，他说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战争迄今实际上打出了什么。首先，美以展示了压倒性的火力，他们摧毁或瘫痪了伊朗的空军、海军以及防空体系，摧毁了伊朗的大量军事和经济基础设施，这足以让伊朗相信他们绝无可能实现军事意义上的翻盘。
战争若长期持续下去，意味着伊朗损失将不断扩大，直至达到再难承受的临界点。所以老胡相信伊朗有谈判结束战争的意愿。不对呀，胡锦老师前2天还大吹特吹什么伊朗有什么不对称优势，大家记得咱们还分析过，胡锦老师说这个伊朗有伊朗的不对称优势，也就是说镇关西它可以插眼掏裆，这叫不对称优势。那怎么今天又说伊朗被炸得受不了了，伊朗有谈判结束战争的意愿呢？所以说这搞宣传的就是这张嘴，跟那个特朗普的嘴是一样的。胡锦说，但是伊朗绝非赤手空拳走向谈判桌，只能祈求和平。伊朗祭出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键一招，将这条海湾地区石油出口咽喉要道成功实现了杠杆化、武器化，一举扭转了战争的观感，重新定义了它的胜负，给伊朗带来了非对称战略主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朗表现出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绰绰有余的能力，成了伊朗特殊的核武器。这个胡锦老师完全在胡说八道了。这个非对称性战略主动性实际上是建立在恐吓上面的，是一个武装对这个商船，不是对这个军舰，它是对这个民用商船恐吓。那你说一个武装对民用的，那就跟梁山那个什么水浒梁山对打劫不一样吗？虽然梁山的这些武器也不是什么很先进，是不是？但是对付下面的这些民团、这乡村，那还是绰绰有余的。梁山方圆100里没人敢过，霍尔木斯海峡不一样吗？他不是靠他实力，说他有什么，因为他的小巡逻艇，他的能出动的都被炸掉了，仅存的几艘也不敢出来，出来就被炸掉。美国人家也有无人机，死神无人机，还有什么人家长期在天空海上巡逻，一发现人家立马1枚导弹过去。所以说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它不是靠它实力，是靠恐吓。而且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很有可能在未来1周或者几天恐怕也要丢失。伊朗最后一张牌也没了，底裤都被打掉了。胡锦说，这场战争毁灭了伊朗在今后很长时间里制造核弹的能力，极大提升了伊朗一旦强行那样做的风险。但是他意外打出了一个伊朗能够有效使用并且可以随时使用的核武器级别的新工具。即使伊朗把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了，再次关闭海峡的可能性也将成为伊朗长久威慑力。伊朗可以把未来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与美以的任何新攻击挂钩，叫什么？正因为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形成了威胁，所以说伊朗这个政权那绝对是要被推翻的，没有办法。胡锦老师这就是在害这个伊朗神棍政权，嫌这个神棍政权死得不够透彻。这胡锦老师就点题了，他是反向点题，意思就是说神棍政权只要不垮台，以后他就会动不动就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一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你美国还没办法，这次封锁了你不就没办法吗？你只能谈判吗？那行了，人家以后隔三差五的，只要哪儿不舒服气不顺就封锁霍尔木斯海峡，那你美国就老老实来谈判，你不谈判那就谁也别走呗，那不就是要挟全世界吗？那你既然这样，那还留着他干什么？所以说胡锦老师不是爱护神棍政权，是嫌神棍政权死得不够快。胡锦老师还说，核武器是不能随便用的，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他一旦对美国使用就相当于自杀，但是霍尔木斯海峡可以当核武器来用，你可以反复的关停关开放再开放，反复使用，好像是他们家的后花园菜园门一样的。所以说冲胡锦老师这个分析，那理论上特朗普是不会就这么罢休的，一定会把这个神棍政权终结。胡锦老师在最后说，他说美国虽然军事上占了绝对优势，但他们的确没有打赢战争。伊朗政权的继续存在和对霍尔木斯海峡有效控制，使得特朗普对美国全面胜利的任何鼓吹都将极其可笑。现在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双方或者都接受一个没有那么理想的结局，或者其中一方绝不不退，而导致另一方决绝的反应。美方的升级办法就是更猛烈的轰炸和开展地面突袭行动。伊朗同样有手段，它可以把霍尔木斯海峡关得更紧。同时，胡塞武装日前参战，
已经相当于开辟了西线战场，关闭第二条咽喉海峡、曼德海峡选项已经摆到桌面上。所以说，从胡锡进老师这个说法，那美国的任务还没完成。一个是伊朗神棍政权拿着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这个要挟，这个勒索的不就是美国，不是以色列，这是印度勒索全世界。第二个，胡塞武装也掺和进来，也是地区代理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让伊朗不能再搞这个地区代理人。结果你这地区代理人还蹦得这么欢，那怎么可能就此罢手？所以我说胡锡进老师他是嫌这个神棍政权死得不够快，死得还不够彻底。胡锡进老师现在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在战场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也不得不承认伊朗已经扛不住了，想谈判，只不过是还为伊朗再辩解几句，也就是伊朗还是可以插言抓裆的，以后还可以经常插言抓裆。当然了，这个也符合胡锡进老师一贯的这个调调，就是哈梅内伊不慌，特朗普慌了。哈梅内伊为什么不慌？特朗普为什么慌了？这个就是胡锡进老师他的基本立场。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